而家跟香港嘅旅行團去韓國，基本上絕大部分都係用凌晨機。大家可以 check 下網上邊嘅機票，凌晨機咧又唔係最平嘅噃。可能旅行社真係想俾大家玩足5日。今次中環遊呢個韓國5天團，又係用凌晨機出發，回程嗰日返到香港就係11點半，出得機場嚟就肯定過12點，真係玩足5日，一啲都唔蝕㗎。韓國從今年2月開始可以喺網上邊填入境表，喺呢段交替嘅期間，喺航機上面空姐仍然係會派發呢個入境表格，客人全部喺機上邊填呢個入境表呢，亦都相對簡單。今次呢一班機上面總共有3個香港嘅旅行團，但係只有中環遊係安排咗飛機餐咋，花費就唔係好大，但係就帶俾團友多一份貼心嘅感覺，咁樣先係做生意之道㗎嘛。出得機場嚟都未夠早上7點，首爾呢個城市仍未完全甦醒，啲景點啊、商店啊都仲未開門營業。但係唔嚟都嚟咗咯，總唔可以由啲團友無所事事咁樣喺度參觀機場噶嘛？咁樣又點樣安排先至好呢？韓國人近年有一個休閒嘅去處，叫做汗蒸幕，其實就係公眾浴池加埋蒸汗嘅熱療室。即係我哋香港人所謂嘅焗桑拿，除咗蒸汽之外，有啲呢係將炭啦、沙或者鹽喺室內加熱40至到80度，等身體流汗加速血液循環，就可以紓解疲勞啦。最重要嘅就係佢係24小時營業㗎，相信喺飛機上邊都冇乜邊個瞓得好㗎啦。嚟呢個場所俾大家先休息一下，相信係最好嘅安排啦。今次我哋去嘅係呢一間汗蒸幕，名我就讀唔出，只能夠俾啲韓文大家睇下啦。條鎖匙你，同埋俾套衫你，一對護耳。購票攞咗鎖匙之後，入到去首先會見到呢啲細細格嘅櫃仔，係俾大家放鞋嘅。再入面大啲嘅櫃就係俾大家放衣物啦。雖然就有啲似囚衣，但係大叔就並未失去咗自由。不過影相就真係要小心啲啦。大家都會記得不久之前香港有一位女士喺汗蒸幕室裏面一不小心咁樣影到其他人嘅裸體，就被逼要喺韓國玩多半年啦。喺1636年，當時嘅韓國呢受到清太宗派兵嚟攻打，呢場就係丙子戰爭。喺1637年正月，朝鮮皇帝仁宗出城投降。從嗰個時候開始，朝鮮就由明朝轉為清朝嘅藩屬國。史書記載呢件事件就叫做丁丑下城。當時平壤有一個官員同佢嘅愛妾，名字叫做愛妓，喺呢度發生咗一段感人嘅愛情故事。當時呢個平壤嘅官員職位係監視，喺戰爭期間俾清軍擄走。佢個愛妓呢，就日日喺呢個風上邊守候，最後思念過度，鬱鬱而終。1966年，韓國嘅前總統朴正熙嚟到呢度，佢覺得愛妓嘅故事同埋兩韓分隔咗之後，互相思念家庭同埋故鄉嘅感覺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就喺呢度寫低咗愛妓風3個字以作紀念。因為咁樣，每到中秋嘅時分，就會有啲失去親人或者思鄉嘅市民嚟到愛妓峰呢度思念同埋祭祀。喺午飯之後，天色忽然間暗咗落嚟，間中仲夾雜住一陣狂風驟雨，啱啱好就為呢段愛情故事加添咗一份淒美。
當年嘅愛妓就係住喺祖江里嘅一條村裏面。佢死咗之後，村裏邊嘅居民就按照佢嘅遺願，將佢埋葬喺呢個能夠睇得到朝鮮嘅山峰上。後來呢度就被命名為愛妓峰。呢塊石碑上嘅3個字就係南韓前總統朴正熙親題嘅。旁邊仲有一個和平鐘，敲鐘可以祈願世界和平。愛好和平嘅大叔就梗係要嚟敲響佢啦。呢度亦係韓戰時期，雙方曾經發生激戰嘅154高地，而家亦都係兩韓嘅分界線之一，有軍人喺度駐守。市民或者遊客要上嚟，都要先交出證件登記㗎。如果想知道更加詳細啲，仲有電影介紹添。推開道門望出去對面就係北韓，驚你睇得唔清楚，仲會提供貼心嘅服務，為你準備埋望遠鏡，不另收費㗎。如果覺得睇得唔夠清楚，仲可以更上一層樓，為你提供更大嘅角度同埋更多台望遠鏡添。雖然我就唔飲咖啡，但係不嬲都讚賞星巴克，佢成日都可以喺最佳位置霸佔到一席位。好似呢度就有一間喺南韓最接近分界線嘅星巴克，狂風細雨之下入去嘆翻杯熱飲，都真係一個幾好享受。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